们快走！王军的兵马已经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甘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甘相也不知去向。惠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惠后，惠后。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请吧。夫人，夫人，王军来了。夫人，花儿登基了，快把我的笛拿过来！将军，夫人，快去！笛。彩萍，赶紧扶我起来，换上笛，帮我把头发梳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彩萍，你听，是花儿车马仪仗的声音，是花儿的人马来了。花儿特地派人来接我了，夫人。你看呀，花儿用的是王一鲁帛，兵卫甲盾，威风凛凛。我花儿当上大王吧！快帮我把笛穿上！快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禀大王太后，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姝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许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
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，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处理子，